自我2026年6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的借口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记上卷10章第19、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记上卷第11章。法老的查某囝以外，所罗门王嘛爱真侪外邦的查某囡仔，包含摩押、阿门、以东、西顿，甲迄人的查某囡仔。上主捌命令以色列人讲：你毋通甲遐外族人通婚，因为因会引诱恁的心去缀别个神明。毋过，所罗门贪恋遐个查某囡仔，伊有娶700个公主做某，阁有妃嫔300，这个女子诱惑伊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，这个某诱惑伊去缀别个神明，伊的心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的心，完全顺服上主，伊的上帝。所罗门去缀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略，甲阿门人贪厌恶的神明摩洛。所罗门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专心顺服上主。迄时，所罗门为着摩押贪厌恶的神明基抹，甲阿门人贪厌恶的神明摩洛，伫耶路撒冷对面的山顶起山头坛。遐个外邦的某拢对因的神明烧香献祭，所罗门嘛为着因安尼做。上主对所罗门生气，因为伊的心离开捌2遍对伊出现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上主捌命令伊毋通拜别个神明，毋过所罗门无遵守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就对所罗门讲：因为你已经做即款代志，无遵守我的约，甲我命令你的规例，所以我一定要拆离你的王国，将伊赐予你的人神。毋过因为你的老爸大卫的缘故，我袂伫你活地的时做即个代志。我要对你的囝的手拆你即个国。总是我无要将全国拆你，为因为我的仆人大卫甲我所敬的耶路撒冷的缘故，留一支族予你的囝。信仰的借口。这段经文指出所罗门晚年的荒诞，若像甲原因归咎伫外邦女子，实上是伊家己迷恋这个女子。这令人想起创世纪，当上主询问犯罪搁美起来的亚当和夏娃时，亚当第一个时间是甲责任撒予上主和夏娃，试图背清责任来凸显家己的无辜。这也是真侪基督徒甚至牧者跋倒的时所编辑的理由，拢是因为被迷惑、受欺骗才会犯错。可见，人总是借着怪罪别人来提卸家己坠落的责任，减轻家己的罪恶感。检采官方资料想要为所罗门开脱，指出王朝没落，毋是因为所罗门王无能，是外邦女子诱惑伊离开上主。这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心态。但是经文也明确点出，是所罗门主动贪恋这个外邦女子，毋是因主动踏来王的面前。经文佫讲到，上主要命令以色列人袂当甲异族通婚，但是所罗门全部拢当毋知，当作无听到。
官方记录看起来，讲是所罗门带真侪外邦女子，不讲是身为王的贪念和欲望，无办法受到规范和限制。所罗门的做法也是一种收集女子的概念，重点不在性，反倒当是国际之间的政治联姻，试图借着婚姻巩固权力的网络，表明伊权倾天下，也搭配炫耀伊的男子气概。所以，讲是外邦女子诱惑所罗门离开上主，但是更较正确的讲法是所罗门无遵趁上主的话语，导致政权衰落。检采自头到尾，所罗门只是甲上主看做是通操控的神明，想要利用宗教来掌控人民。咱通发现，伫真侪宗教领袖的身上，也隐约散发出所罗门的味，强调权柄，利用神的话掌控信徒。真侪宗教领袖无用性命宣讲上主的话语，是加工上主的话语，甲家己的自私、骄傲和偏见掺杂伫教导中。当因犯错的时，搁甲责任推卸予别人，互家己看起来也有神圣的光芒。转来上根本的问题，假使牧者的讲道只有维系伫耶稣听你的主题，却完全无讲到敬畏上主的态度，那安尼结果可能只会互人强调听甲包容，却回避审判甲责任。伫教会除了讲听甲包容，搁较爱讲勇敢承担责任。若只会提卸责任，怎样会当体会真实的听咧？敬畏上主，才会当体会恩典临到的震撼。咱无理由闪避上主，虽然踮伫上主的面前，令人震惊恐惧，却也会当坦然以真实的自我面对。圣经的教导并毋是只有事实的感动，有时阵也会互人坐立难安。这互咱明白，敬虔毋是信仰的装饰品，是生命的基本需要。爱学习，会晓为家己的信仰负责任。默想，我伫信仰上要背的责任是甚物？我是毋是常常甲责任推卸予别人？我伫信仰要负起甚物款的责任？我是毋是常常甲责任推卸予别人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我常常用真侪理由说辞推卸要背的责任，甲错误推塔伫别人的身上，用安尼凸显我的性格甲无辜。但是你知影我的软弱，求你赐我勇气承担责任，搁互我相信你的怜悯甲信实会帮助我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